少安，你来了。这还是人吗？你怎么敢打我？少安，那协议……好胆子！告诉你，我大哥在县城里也是一霸。今天这协议你敢给我撕了，等下我就让你把它一口一口吃进肚子里去，让你好好琢磨琢磨自己在干什么。老子可是练过的，有种。你还真敢动刀！你等等，你别过来！疯了！你他妈说话呀！你是不是人啊？我不过是要债而已，哥，别杀我！求你别杀我！妈呀，这不是人啊！哎呦！少安，够了！协议咱们不签了，别打了。这不是森林里，这不是森林里了。哥，这下我不要了，就当你们还了。妈的，遇上硬茬子了，你等着呢，我去叫人收拾你。林少安，你是疯了还是傻了？大猫是你的结拜大哥，不过是要你帮忙还债，你就……这眼神怎么跟狼似的？林少安，你凭什么打我？我对你有哪里不好了？你看哥这大意，是把你的赔钱货……就是你，害得我家破人亡，流浪山林15年。少安，苗苗发高烧昏迷了，咱家已经没钱治病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等我，山里有药。等等，少安，别进山啊，山里危险！身体年轻就是有力气，这下老婆孩子都有肉吃了。大娘，黑风崖那地方，神仙去了都得掉层皮，少安多半是回不来了。那你剩下的债可咋办？你不是一直嫌弃苗苗是个赔钱货吗？咱趁现在给他抢走卖了，不仅能把债还上，剩下的钱我还能替少安好好孝敬您。行，谁让他打了你？现在他要是还不上，负债女偿，天经地义。少安，你可千万别出事啊！哟，你大哥疼的都睡不着，这赔
钱货睡得还挺香。娘，大哥，少安还没回来，有什么事儿，要不明天再说。明天？老子等不到明天！你男人把我砸伤了，今天不赔钱也好说，把你闺女交出来，我卖给隔壁村王瞎子抵债。就是，大茂伤成这样，以后干不了活谁来养啊？要么拿钱，要么给人，赶紧的，快点！别废话了，动手！不行，你们别碰他！少安只是上山采药了，马上就会回来。他要是知道你们敢动苗苗，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。马上回来？李秀妍，你是没睡醒吧？他去的是黑风崖，神仙进去了都得掉层皮，他现在估计连骨头渣子都不剩下了，你还指望一个死人？不可能，少安不会死的，你们骗人！给脸不要脸的东西，给我滚开！哎呦，说狗的贱货！啊！放开我女儿！求求你们了！大茂哥，我求你了，放过苗苗吧，她还发着高烧啊！滚一边去！再不松手，老子连你一块卖！找死是吧？老子今天就踩断你的手！给老子住手！你没死，少安，你别乱来，我可是你的结拜大哥。找死是吧？老子今天就踩断你的手！啊，我的胳膊！你疯了！大茂难道对咱家不好吗？你个白眼狼，你竟然动手打我媳妇儿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话？你们脑子里到底装的什么东西？居然敢打我女儿的主意！真以为我性子软，随便你们欺负？误会，真的是误会啊！他这模样，简直要活生生吃了我！不行，我必须赶紧逃走。他打你哪里了？我没事，可是苗苗发了一夜高烧，一直叫不醒，她快撑不住了，你快想想办法。我上山挖了退烧草药，快去熬水，快点！上一世苗苗重病，我没能守在她身边，重活一世，谁也别想从我身边夺走她。少安，苗苗她怎么还没有好转？苗苗，爸爸回来了，你快睁眼看看爸爸好不好？爸爸，我好饿。好了，烧退了，爸爸马上给你烤香喷喷的野猪肉吃。苗苗，你可吓死妈妈了！妈妈别哭，苗苗现在好多了。快吃一点，吃肉身子才能恢复。往后咱们一家人顿顿都能吃饱饭。曹大茂下属居然这么狠！当时一心想护住苗苗，情急之下咬了他一口，现在缓过来，脸颊火辣辣的疼。你要去干什么？难不成真要和曹大茂拼个你死我活？你母亲还偏向他，真要是打出伤势，我和苗苗以后依靠谁保护？而且曹大茂认识的那些流氓都不是好惹的，搞不好他还会去找那些人来对付咱们。对了，如果我反击，那就不算问题了。我在山林苦练15年，一身本事，收拾他们有的是稳妥办法。
这个小畜生，香喷喷的野猪肉一口都不肯分给我们，心里只惦记他那2个赔钱货母女。吃，让他们吃死！姐，你等着，我一定要找虎哥彻底弄死林少安。可是这二虎上次已经被他打跑了呀。二虎哥打不过，但他亲大哥身手厉害。那李秀莲，虎哥惦记很久了，绝对不会轻易善罢甘休。大哥，这次多分给我几个人，我一定把李秀莲给你带回来。你废不废物？怎么连村里一个乡下汉子都收拾不了？大哥，林少安那小子邪性的很，我刚听说他后来不仅去了一趟黑风崖，还活着扛回头野猪。打野猪怎么了？你没见过野猪？黑风崖那是进得深了才有危险，在村子附近捡个漏能有什么的？大哥，关键是他扛着野猪回家，进门第一件事就是把曹大茂胳膊弄折了。听说现在整个人就像疯狗一样。少他妈给我瞎吹！曹大茂我知道，他那体格还对付不了他那结拜兄弟。不是，哥，你听我讲，多大个事儿？他不是喜欢去黑风崖吗？那就让他永远留在山里好了。黑风崖死个人算意外吗？我给你几个人，顺带你去找曹大茂，让他做内应盯着林少安。只要他进山，你就带上家伙摸过去，把他宰了喂狼。等他一死，那李秀莲，他那身段我可馋很久了。还是大哥高明，这次小弟帮你一定拿下。还愣着干什么？现在就给我去！明天晚上我就要他到我屋里来，明白吗？在黑风崖15年没睡过整觉，没想到现在还要盯守这些不轨之徒。燕尾，那个方向，曹大茂果然贼心不死。曹大茂，老大的话我可带到了。事成之后，李秀莲和卖那小丫头的钱抵完债，多分你200，但你得死盯着他。我的人就在附近，只要有动静，随时告诉我。才200，不过只要能弄死林少安，我干了。从现在起，我就天天扒墙头盯着。虎哥，你们人够不够？不会干不过他吧？哼，怎么可能？我带的人足够把他5花大绑了。果然贼心不死，还想打我老婆孩子的主意。好，你们想进黑风崖，那我就告诉你们，那里是谁的主场。少安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外面是不是出事儿了？听我的，今天要是有人闯进来，就按我教你的办法自保。臭小子，孤身进山是吧？我看你今天怎么死在山里！邪门了！刚才明明看见他钻进这片林子，怎么一眨眼人没影了？这小子难不都长翅膀飞了？仔细搜，他绝对没走远。谁？给我出来！哥，我怎么感觉有人一直在盯着咱们？别他妈自己吓自己！大白天的，难道还有鬼不成？散开点！还有你，枪别冲着自己人。要不顺着地上脚印找找？可是他的脚印到这里就凭空消失了。什么东西？啊！怎么回事？啊！你居然不怕枪！你别过来，我这刀子可不是吃素的。你们不是冲我来的，怎么现在还害怕上了？你根本不是人啊！你别得意，赵二虎已经带人去你家了，你老婆孩子今天要遭大罪了。居然是朝着那头老虎的领地去了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敢冲我开枪举刀，那就自己承担后果吧。
还好这株紫灵芝还在原地。赵二虎心性歹毒，家里的陷阱撑不了多久，必须尽快赶回去。狼骚味儿。外乡人。教授，子弹打光了，你往后退，我拿刀跟狼群拼命。什么？仅凭一把猎刀？一个人片刻斩杀3头野狼。小伙子，太谢谢你了！要不是你，我和小赵今天就交代在这儿了。我是省科考队的，我叫陆华。等等，你这是野生紫灵芝？小伙子，这药材对我们研究所太重要了，你能拿出来让我看一眼吗？这么完整的品相，这，我出高价500块，不1000块，你卖给我行不行？先给你，钱回头再说。我老婆女儿有危险，我得赶紧回去。什么？这位兄弟，你有困难，我让治安队帮你。小王的队伍呢？就在前面呢。刚才我用对讲机呼救，恐怕马上就能碰到。不许动！身上血哪来的？小王，别开枪！他是救了我们，现在家里出事了，有人要害他妻女，带上警犬去帮帮他。所有人跟上！林少安这会儿怕是早就死在山里了。走，直接把门踹开，这事儿办成，虎哥重重有赏。好嘞，虎哥。啊！我的腿，疼死我了！什么意思？这小子防着我呢！不信了，从窗户进去。啊！我的脚！他居然还能在家里搞陷阱！我不信了，给我举着棍子冲进去！我就说，这么个破院子还能处处是地雷不成？来，撞开这扇门，今天大家都有肉吃。好，听虎哥的，咱们上！小寡妇，你男人早就死在山里了，今天乖乖跟我走。什么？你没死，命还挺硬。不过就你一个人，我这么多兄弟，你能怎样？王哥，王哥，你们几个怎么回事？什么年代了？这是打算入室抢劫，还是绑票？王哥，瞎喊什么？谁是你王哥？那个是曹大茂欠债，我们哥几个好好来要债。结果这小子在院子里又是陷阱又是柴刀的，把我俩兄弟祸害成什么样了？你看看，这还有王法吗？你和孩子没事吧？没事就好。那个，这事儿我们肯定会调查处理。不过我先去和那边联络一下。你是陆教授专门交代的，我肯定不会让你受委屈。秋莲，你带苗苗先出去一下。干什么？这么多人看着，你动一下试试。林少安，我告诉你，我大哥是赵大虎。我还没和你说，你那漂亮媳妇儿不识好歹，非要跳井。赵大虎，前世逼死秀莲的畜生。怕了吧？这片地界都是虎哥罩着的，你现在给老子磕头道歉，我还能让我大哥留你全尸？不是人，他不是人，是怪物，他要吃了我！求求你们带我走吧！放心，我们一定从严处置，绝不姑息。对了，陆教授刚刚接到县里的任务，先走一步。
他想问问你知不知道冰岩石耳，这个东西不稀罕，但很难找。你能找到的话，他愿意奖励300块收。上一世确实在黑风崖底见过他，300块，要是拿到手，能让秀莲苗苗过个好年了。见过，东西在老崖口，我尽快去取。行，那我回去答复陆教授。还有你给他的灵芝，叫你回头一起去县城找他，这是联系方式。大娘，你听见没？300块。他还说了，就在黑风崖底下的老崖口，那是下山的必经之路。对，趁他现在还没动身，你赶紧抄近道过去埋个陷阱的困难。咱们取了那个什么饵去给那教授，300块钱就可以拿去还债了。好，新仇旧恨一起算，老子这次要他的命！少安，赵二虎刚被抓，你现在进山，万一他那些手下又来报复怎么办？放心，王哥刚才说了，今晚治安队会在村里设岗巡逻，他们不敢来。这几天要下大暴雪了，一旦封山，冰岩石饵就没法找了。这300块钱，我得给你和苗苗买厚棉衣，修补这漏风的屋顶。等我回来。一定要平安回来啊！这也是不错的药材，去县城应该能一起卖个好价钱。臭小子，等你一头扎进陷阱里，300块就是老子的了。来了来了！新番泥土味，劣质旱烟味。这陷阱的掩饰手法，连黑风崖外围瞎眼狐狸都骗不过。埋陷阱的人还躲在草丛里，想暗算我，这陷阱留给你自己体验。他还停在原地，那老子主动出手推他一把，下去吧你！300块是我的了！啊！救命啊！少安，我是你大哥，快救救我！杀了他！前世你把我抛弃在这片荒山等死，好好待着，尝尝我当年求生的滋味。什么声音？我没听到。你等着，等老子爬出去，第一个整死你！救命！有没有人啊？我不想死啊！这么快就来了？难道小王跟你说的那个冰岩石饵找到了？竟然真是极品冰岩石饵！林老弟，你简直是神了！这东西长在悬崖绝壁的冰缝里，我们找了半个月，连影子都没看见。你这才花了多久就找到了？说好的300块，你收好。这次多亏林兄弟，不然我们还得抓瞎。对了，上次的灵芝因为我走得匆忙，还没有给你钱，这个我要签个说明，让单位给你拨款，很快。300块，在村子里已经是一笔巨款。无论怎么样，秀莲和苗苗终于能过个肥年了。陆教授，要是有什么类似的任务，我随时都能帮忙。好嘞，我们正缺你这样的。林老弟，你这包里的草药可是红赛颠和7叶一枝花，加上石狮冰饵，这3样东西出现在同一个地方，附近必有千年雪参。林老弟，你有没有兴趣做一笔更大的买卖？多大？3000块。研究所征集线索3年，没人能找到。这个东西太珍贵了。没问题，我可以去找。3000块够盖一栋大红砖房，还剩有剩。雪参在哪儿我也知道，这趟值得去。好，我会帮你组织后勤队，
只要你用得上。那片区域人多了反而不方便，我一个人去足矣。一切听林老弟安排。我等你好消息。你说你非要进山，这下好了吧？要不是我放心不下跟在后面，你这辈子都要喂野狼了。你这伤只有县里医院能治，再拖下去腿就要残废了。多亏老婆你搭救，这事儿全是林少安那个畜生害的。下次再见到他，我非整死他不可。该死！你哪来这么多钱买东西？对，那300块钱，300块钱呢？这本该是我的。畜生，把那300块钱交出来，不然我告治安。你告我什么？告治安！你把我扔在林子里。谁在山道买捕兽夹设陷阱？疼！哎呦，没天理了！弟弟动手殴打亲哥哥呀！我再问一遍，你打算拿什么告我？废物！别气了，你猜我刚才听那帮科考队说什么？姓陆的让这小畜生去找千年雪参，赏金足足有3000，明早就动身。你要不去？我去个屁！不对，3000，我去找赵大虎，他一定能找到靠谱的猎人去截胡。老子不光让他1分拿不到，还要让他进了黑风崖就别再出来。给你的，快穿上试试。爸爸买了好多好多东西呀！新棉鞋，还有糖果，这些全部都是给苗苗的。你就一味惯着他，从来不想着给自己添2件新衣。你身上这件褂子早就磨破了。这么多钱，你总要留一点随身棒脚，全都给我做什么？这些年委屈你跟着我吃苦受累了。对了，我明天还要进山，陆教授奖励3000块找雪参，找到了，咱家就能盖红砖房。可你一个人进山多危险！不危险，相信你们，等拿了钱，咱家盖最好的红砖房，你和苗苗再也不怕漏雨了。什么？你说二虎被林少安给害了？二虎是怎么被害的？都是林少安那个畜生干的。他故意在地上挖陷阱，又带着县里的小王给二虎堵了，这是设好了套，让二虎钻呢。没王法了！一个乡下种地的汉子，竟敢设计陷害我亲弟弟！事情还不止这些，我听我媳妇说，他跟那小王故意把事情闹大，不光想害二虎，还想打你虎哥的脸。反了天了！老子现在就带人去把他家铲平。还有件事，省城来的陆教授悬赏3000块，让林少安去找雪参，明天一早就动身。3000，千真万确。研究所的悬赏，谁拿到雪参，钱就归谁。老刁，你怎么看？这事儿好说，我带人先去找雪参，如果遇到那小子，就顺手把他留在黑风崖，就按你说的办，务必把千年雪参给我带回来。不过是个运气好的小崽子，在我面前根本不够看。走，准备进山。不是动物，不是风吹，更像是人踩断树枝的力道。脚步比正常人沉，带了枪，不止一个。上辈子在黑风崖跟野兽搏杀了15年，想跟踪我，谁是谁的猎物还说不定呢。刁爷，怎么找不到他呢？这小子难道发现我们了？屁，他这点手段还能逃出我的手掌心儿？刁爷，咱什么时候做？跟紧了，再往山林深处走一段就动手。这么喜欢尾随，还自诩老猎人，那我好好给你们准备一份惊喜。哼，他钻进灌木丛躲起来了，倒是懂得挑隐蔽小路，只可惜他遇上的是我。刁爷，
是不是马上就能动手了？全部压好子弹，看见他直接开枪。前世这里是猛虎常驻领地，我和他周旋2-3年才彻底生服，他的习性我一清二楚。今天正好让你们好好领略一番。刁爷，这里怎么会有故意头死路？难不成是那小子故意弄出来的？心线齿印，不是野狼，这是老虎留下的痕迹。老虎！这片河滩是死路，那小子人影去哪儿了？刁哥，救命啊！救救我！该死！你太近了。他不经打，快起来补枪！他妈的，你怎么不开枪？刁哥，我吓得感觉手都麻了，救命！好疼啊！救命！废物，赶紧给他包扎伤口。那林少安多半躲在附近，看到他就开枪杀了他，居然还想着杀我。不对，这老虎怎么比前世我搏杀的时候小了一圈？不对，这绝对不是刚才那只老虎的，大了将近1倍多。前世我跟那头虎周旋很久，它的脚印我现在都记忆犹新。难道这爪印？瞧你们俩那点出息，一头嫩虎挨老子一枪就夹尾巴跑了，回头谁敢不叫我一声打虎刁爷？刁爷厉害，有您在，老虎算个屁！疼死我了！刁爷，那血腥咱还找吗？虎都让老子打跑了，这片林子咱现在横着走。那小子跑了正好，省得碍事儿。歇够了再慢慢找。在这儿，好小子，跟我捉迷藏是吧？来，有本事你就跳下来，站那么高，老子打固定靶最准了，保证给你留个全尸。老屌，先想想自己这辈子做的恶事该怎么了账吧。你什么意思？什么动静？怎么还有老虎？它怎么这么大？完了，这下完了。所以我说，谁是谁的猎物还说不定呢。在山里和我斗，你们还差得远呢。逆风，这样得赶紧走，对猎物没办法感知得那么清楚。黑风崖的天气说变就变，估计马上就会下大雪。救命啊！做草药生意的陈老板，这种天气送货，不要命了？别管我了，先把药卸下来。村里的老人孩子没这批免费药，熬不过冬天的。退烧药得县里才有，最快也要明天。可他这温度……雪峰山车进不来，我背进来的退烧药不多，家里有急用的乡亲赶快来拿，不要钱，救命要紧。早先老婆生病，多亏他冬天坚持送药才缓解过来，这可是救命的恩情。
前世为了在黑风崖活下去，这狩猎的捆绳手法，现在正好派上用场。抓住我，慢慢来，别往下看。我抓住你了。大兄弟，感谢你救命啊！刚才什么声音？是风声，还是……快起来！风雪太大，我又一直逆风出山，却没注意到这家伙居然跟着我出来了。虎虎老虎，怎么还能碰到老虎？完了，这下全完了！赶紧起来，去那块石头后面躲着。他迎着上去了。上辈子和你斗智斗勇3年才拿下，你的步伐我太熟悉。他竟然敢正面硬刚老虎！他把老虎吓住了。去砍老虎！你疯了！那是老虎，不是猫！你不要命了！老板，别去，那人找死！咱们先撤。真把老虎弄死了，这还是肉搏捅死的，这还是人吗？他一点都不怕的吗？兄弟，你救了我的命，这份恩情我记一辈子。谢你自己吧，你送村子的药救过我老婆，我这也是报恩了。一码归一码，总之今天你救了我就是事实。你们看看，打虎英雄，这就是打虎英雄。以前只知道书里写的，今天居然亲眼见着了。就算是那打虎的武松，也不过如此了吧？我走南闯北20年，头一回见人有这么好的身手，还如此谦逊，如此知恩图报。此人不简单，我必须和他好好结交。你这就走？不行不行，从今往后你就是我兄弟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说好了，今晚我做东，县城最好的馆子。今天这事儿我必须好好谢你。你们几个，把剩下的东西都先清点一下。今晚。老板，陈老板，出事了，您赶紧回去看看吧。慌慌张张的像什么样子？没看到我正在答谢救命恩人吗？真没点眼力。老板，我也没办法呀，我也是急。急什么急？天塌了不成？再说，就算天塌，能打得上我兄弟重要？陈老板，要不先听他说说看，或许真有什么急事呢。也是，兄弟，你说的对。说吧。什么事儿？省城何老板之前定下的虎骨，说品相不太满意，一定得让您亲自过去谈。林兄弟，刚准备好好答谢你，这就……没事儿，我也得去招待所给陆教授交差。招待所？县东那个？合着咱们是一个地方，
走，我送你。林兄弟，我在县城做了这么多年买卖，多少都有点人脉。往后你在县城有什么要买要卖的，只管来找我，我绝不推辞。正巧我这儿遇到些麻烦，你看这虎能不能交给我处理？价钱绝对不亏你。赵大虎不知道还憋着什么坏，早晚得正面对上。那也不是光靠拳头能解决的，县城里得有人才行。陈老板一看就来路不凡，说不定以后能帮上忙。行，成交。哪来的叫花子？外面的人干什么吃的？怎么什么人都往里放？一股子血腥味儿，也不知道干什么的就往这里钻。这是专家招待所，不能随便进，请你出去。我找陆华教授来交差的。陆教授是我们首席专家，你想见就能见。识相的话就赶紧走，别影响我们办公。行了，你这模样看起来也挺可怜，拿着买个烧饼吃。我们这儿可讨不了饭。都给你钱了，你还想要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别不知好歹，不然我可要叫人了。听到没？赶紧滚！你们还真是狗眼看人低，竟然让他滚！陈老板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他可是打虎英雄，你们这是在干嘛？把他当乞丐？不是狗眼看人低是什么？什么？打虎英雄？他？一个乡下野人怎么可能是打虎英雄？绝不会。陈老板，你弄错了吧？打虎英雄没有，要饭的野人倒是有一个，站那儿呢。要说打虎，还得是县城里头最厉害的猎人老刁，人那才叫本事。可人家不在这儿啊。就是人老刁那才叫猎人，进黑风崖跟进自家下院似的，懒得理你们这帮专家。何老板，这位就是打虎的林少安。他真是打虎英雄？就他？不可能吧？哈哈哈哈！真是英雄出少年啊！陈老板，你这兄弟一看就不简单。虎呢？在外头车上，我这就带您去看。真的是老虎！这野人真的打了一只老虎！虎皮2000，虎骨1500，虎肉按斤算，剩下边角料我也收，总共5000整。你看，成交。5000块，够盖红砖房，够秀莲苗苗好几年不愁吃穿了。5000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。也就是运气好，胡乱开了一枪，怕是老虎自己撞上来的吧？乡下野人也就只会去山里捡便宜，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你干什么？我也想上去看，能不能捡个漏？你就是打虎英雄，我是县报的。听说今天盘山路上你徒手搏虎，还救了人。这位林少安，今天我的车冲出悬崖，是他一个人把我拉回来，然后遇到老虎拦路，也他一个人打死了老虎。一个人？正面？先救人后打虎，他怪物吧？把人从悬崖救回来，还打死只老虎，这还是人吗？林少安，他怎么还好好的？难道老刁失手了？请问这虎真的是他打的吗？我亲眼看见的，还有我3个伙计在，做不了假。林同志，今天您只身搏虎、见义勇为的事，县里应该会对您进行表彰。您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应该的，换个人也会这么做。打虎英雄，打虎英雄，打虎英雄。应该做的。哼，运气好，给你碰上了。这辈子的运气，怕是都用在这一回了。行了，少说2句。林老弟，是林老弟在里面吗？我刚听陈老板说你来了，雪参找到了吗？这是千年雪参，根须完整，品相完好，3年了，我终于找到了。对不起啊，林兄弟，光顾着高兴，把答应你的3000块给忘了。搏虎找参，救人，这是同一个人。雪参也是让这小子给找到了，才几分钟就收入8000块，那可是8000块啊！哼，乡下野人
真是什么好事都给你碰上了。小张，还不赶快扶着林兄弟进招待所休息，我还有事要问他。请吧，林英雄。畜生，就让你得意一会儿，老子这就去找赵大虎，你等着，让你媳妇儿给你收尸吧。运气好能怎样？一个乡下来的野人，懂什么叫知识，懂什么叫学问，一辈子都只能在山沟里刨食。就是，没文化的人，屁大点眼界，赚几个臭钱有什么用？林兄弟，这次进山没遇到什么危险吧？还算顺利，但我发现黑风崖里还有另一只白虎，比我打死那只更大。还有更大的老虎，它的爪印我比划下来，大概有我肩膀这么宽，通体白色，一口能吞下一头小牛犊。有这么大？白色？你确定是白色？亲眼看见的，就在虎啸崖的附近。白色，白化的老虎体型这么大，这不就是小张找了3年的特殊个体吗？这要是能确认，咱们这一块的研究记录就能弥补上空白了。林兄弟，这是又给我们一个惊喜啊！这要是真的，我建议马上申请调研。对，我这就打报告申请调研。林兄弟，我们希望你带我们进山，报酬我会申请，如何？陆教授之前帮我解决了赵二虎，赵大虎现在不知道憋着什么坏。那大虎虽然凶猛，但我5年的山林经历也足够自保。为了苗苗和秀田，得答应。好，准备好了叫我。后续申请确认，要进山确认白虎的活动范围。我就说吧，老虎的科研工作还得指望我一个乡下野人懂个屁的老虎，一定要跟紧林老弟，在他身边多学习，听明白了吗？陆教授，您是说让我跟着他学习？怎么？你有问题？没问题。那就好好跟着，把事儿干好。我尽量吧。你说什么？大点声！没吃饭吗？是。下次进山一切听林英雄指挥。还有你们都对林兄弟尊重点，再让我听见不好听的，我可就要惩罚谁了啊！以后一定向林兄弟多多学习。林老弟，白虎的事儿你帮了大忙了，后续进山的事儿还得靠你。什么玩意儿？乡下野人瞎猫碰到死耗子就以为自己有厉害了。等下次进山，老子就让你知道我们之间身份和知识的鸿沟有多不可逾越。虎哥，林少安那小畜生拿到了血参，还干死头老虎，当街领走了8000块，老刁怕是也折山里了。多少？8000？我亲眼看见的，就在招待所门口，他还扬言叫你下次找个厉害点对付他，这不是打您脸吗？林少安，又是林少安！老刁折了，二虎进去了，怎么每件事都有他？他现在哪儿？老子要干死他！就在招待所附近，肯定还没走远。告诉阿强，就说老子想要林少安的命了，不管他用什么办法，必须给我拿下。是，我马上去办。林少安，看你这回还有什么办法？干嘛？这些东西金贵的很，买不起别碰。这个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收音机各来一个。看你这样子，你有钱吗？要饭出去要啊，别在这耽误功夫。好嘞，同志，您稍等，我这就给您开票。同志，你是村里来的吧？最近县城附近闹狼，别在外头耽搁，早点回家。下回我再来，希望你还能是这样。你就是林少安，果然像曹大茂说的是个野人。虎哥说想要你的命，你是跪着求我手下，还是哥几个亲自来取？怎么？没听懂？还是说你觉得今天能从这儿走出去？天快黑了，县城东边的林子离这儿不到半里地，这里出现的狼群应该就是黑风崖北边的那批，他们的习性我再熟悉不过。来，我带你们陪狼群玩一招。他就这么冲出去了？一群废物！妈的，还敢挑衅！等会儿整不死你！追！跑快点儿，狼等着你们呢。
和尚跑不了庙，你跑了，你老婆孩子可还在家哦。人呢？刚才还在前面的。阿强哥，要不咱们撤吧？这林子感觉阴森森的。废什么话！一个乡下野人能跑出我的手心，给老子搜！等抓到他，必须让他见识见识我的厉害。阿强哥，这野人跑哪儿去了？该不会被咱吓跑了吧？怎么可能？他刚才那么嚣张。等逮着他，让他跪下来把这句话重复1000遍。阿强哥，那是狼，这他妈是狼！怎么有这些东西？撤！快撤！撤什么？刚才不是挺嚣张的吗？该死！他在耍咱们！这家伙不对劲儿！快跑！阿强哥，狼来了！狼来了！咱们得把他们救走啊，不然肯定被狼吃了！蠢货！咱们俩都快被狼吃了，你还顾别人？赶紧跑！你是人是鬼？你怎么出现的？强哥，拦住他！快拦住他！狼？怎么会那么多狼？哥，你是我哥，救我！我不想死啊！现在知道叫哥了。狼群至少7、8只，一个人正面遇上不好对付，正好把这几个废物用上。你想干什么？你要把老子喂狼？老子告诉你，你敢动老子一根手指头，虎哥饶不了你！要不你跟狼商量商量？你怎么可能真敢把我喂狼？不能喊动！不是哥，我错了，我就一个虎哥手底下的混混而已，您高抬贵手饶了我吧！我饶了你，给你松绑，今天你就能跑出去了。别，大哥，您到底想怎么样？我听您的。那你就不断的喊林哥，我错了，别停！林哥，我错了，林哥，我错了，你别走啊！你走了，我们就被狼吃了。行了，可以不用喊了。林少安，我错了，我以后跟你姓都行，跟你混行不行？你说让我干啥干啥。我记得当初黑风崖北部狼群的头狼体型少大，看脸上又是他。再靠近点，再近点。林少安，求求你，我错了，救救我吧！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。林少安，你真见死不救啊！我被咬了。就是现在。我操，这么猛！这还是人吗？这可是7、8头狼，他一个人全给干掉了。爷爷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你是大爷，你是祖宗，赵大虎那边的事儿跟我没关系。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求你放我一条生路吧。知道该怎么说吗？你讲讲。我们今天纯粹是想进树林看风景，然后是林大哥你好心救了我们，是不是？对，里面的人别动！怎么回事？林少安，你别是在这跟人约架了吧？没有，是林哥救了我们。不信你看。这都是你干的？不对呀，这么多狼，你难道带枪了？这可不让带到县城的。没带枪，只是用的刀和棍子。没枪你怎么？这可是7、8只狼，就算是狗也不可能杀得这么干净。你们几个老实交代，怎么回事？深更半夜跑山里来干什么？我们听说县城附近闹狼，怕林兄弟一个人进山有危险，特地来帮忙的。结果一进来就看到林兄弟用刀棍给狼全打趴下了。对，我们都是来帮忙的。就是，本以为还能杀个狼，结果白来一趟。
是这么回事。你居然有这么大本事！上次你救陆教授，我还以为是运气。打狼是为民除害，我马上给你打报告，建议表彰。那个啥，大晚上的越来越冷了，赶紧回家。等等，你这些东西哪儿来的？你不是来偷猎的吧？打虎之后，在县里卖了钱，然后在供销社买的。又是打狼又是大虎，咱们这才多大地方，哪来这么多虎给你？等等，白天招待所门口那只老虎是你打的？嗨，林兄弟，你不早说，闹这么大个误会。我最敬佩的就是你这种有本领、有血性的人。改天我必须请你吃饭，给你赔个不是。工作需要，理解。林兄弟，林兄弟，我可算是找到你了，我的药田出事儿了。怎么回事？县里不是给你请了几个猎人吗？处理不掉吗？那些个猎人牛皮吹得震天响，结果一上手差点把自己都给搭进去，再被黑瞎子过害下去，下个月的货我可就交不出来了。林兄弟，我那药田就在你们村3里外的地方，你能不能帮哥哥一把？你放心，只要你帮我，绝对亏不了你，报酬好说。黑瞎子这玩意儿脚程极快，3里地距离家里还是太近了，要是不早点处理，秀莲和苗苗也可能遇到危险，看来得先除掉他才是。行，我听明白了，咱现在就去看看。怎么就2个人，而且还都是年轻人？还说呢，之前我专门组织了几次围杀，结果这里地形复杂，那熊又狡猾得很，都没成功。闹来闹去，这俩是最后还愿意留下来的。对付黑瞎子需要布置成熟的陷阱，就2个罢了，有总比没有强。2位，对付黑瞎子最重要的就是布置陷阱。黑瞎子极通人性，所以我们得把陷阱布。这人谁呀？打过黑瞎子吗？就在那指挥我们。这是林少安，刚在黑风崖打死老虎，救了我一命，驱散狼群。就他要真这么厉害，你让他一个人去把黑瞎子解决了呗？这林兄弟虽然厉害，黑瞎子也不是他一个人对付得了的啊。光耍嘴皮子没用，你们既然不相信我的本事，那我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。完了，之前一头黑瞎子就把前面10来个猎人折腾得够呛，这一次来俩还得了？不用，我一个人够了。哼，就你一个人要对付2只黑瞎子，我看等会儿那黑瞎子嚎一嗓子你就吓尿裤子了吧？你们不信我能对付黑瞎子，那我们不妨打个赌。我看你说话都费劲，还对付黑瞎子，行，赌什么？如果我现在能赶跑那俩黑瞎子，你俩就得听我的话，配合我把他们彻底赶出村子。行啊，但你要是赶不跑，你就得恭敬地叫我一声爹。一言为定。林兄弟，我本想请你帮忙，结果弄得你这么难堪，你别急，我这就回去搬救兵。林兄弟，你要干嘛？不必那么麻烦，看好了，别眨眼。哎呦，陈老板，你可不能有事儿，你就跟着我俩躲后头，省得这小子惹怒了黑瞎子，误伤了您。黑瞎子皮糙肉厚，这种老猎枪很难直接把他击杀，所以得打草惊熊。哼，我就说他是假把式吧，连往哪儿瞄准都不知道。切！林兄弟，你这是往哪儿打？果然是个棒槌，快滚过来叫爹！急什么？好好看着。这就给黑瞎子赶跑了。林兄弟，你又带我长见识了。爹，刚才那招我想学，教教我好不好？爹，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现在您说怎么干就怎么干。哟，赶跑了2只黑哈子就了不起了，打2条树枝谁不会？哼！黑瞎子报复心很强，事不宜迟，赶紧挖陷阱。哈哈哈哈！这叫陷阱？我8岁挖的都比这强，你怕不是在拿我们寻开心吧？林兄弟，这坑，黑瞎子那么大个头，真能管用？搞俩一模一样的坑，你真不懂还是假不懂？
别说黑瞎子，就是头猪来了都不带停的。你不是打过虎吗？就这点本事？行了，少说两句，你就听我爹的吧。我说错了吗？这要是能赶走黑瞎子，我把这猎枪吃了。每5步一个坑往里挖，里面比外面深1寸，等晚上就知道了。行，我倒要看看这你能翻出什么花来。看见没？黑瞎子把那俩宝贝坑绕开了，害我们白折腾一天。林兄弟，要不还是明儿去县里再请几个过来了吧？不然我真怕你应付不了啊。不必，只是还差了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你那2个坑差俩盖子。林兄弟，你疯了！快回来！陈老板，您别去，黑侠一巴掌能把人脑袋拍扁，就看他怎么被拍死吧。爹，别冲动啊，赶紧回来！前世和黑瞎子搏斗无数回，越是明显的陷阱他越绕着走，前面那些浅坑只是让他放松戒备，后面才是真正的杀招。他疯了，这时候还去激怒他干嘛？不要命了！第一次见上赶着照死的，还以为是什么妙计，摸一把熊屁股。你过来呀，陈老板，你这是哪儿请来的傻子？叫熊过来，他能听懂吗？我就说那俩破坑没用吧，你还不信？看来我也只能下辈子再教你怎么埋陷阱了。就是这里，你掉进陷阱了。我靠，林兄弟，你真是一次又一次给我惊喜啊！我爹真神了，原来前面那些浅坑只是诱饵，后面才是真正的陷阱。怎么样，这回你瞧清楚了吧？爹，我服了，您收我当徒弟吧，我也想跟您学。插队了啊！还有，我先认的爹，要学也是我先。猎枪还吃吗？这畜生祸害村子好几年，正好拉回村子展示一圈，让大家放心，也宣扬下你的英雄事迹。各位父老乡亲，林少安逮住黑瞎子，为大家除害了。林少安逮的，之前打虎的事儿我还以为是瞎传，这回假不了。听说他在县城卖了老虎，得了好几千，还帮省城专家找到血参，又是好几千，可有能耐了。打了黑瞎子，你就是我们村的大英雄。又打了黑瞎子，你那宝贝儿子真是长行市了，买这么多东西也没说想着他大哥和亲娘。哎呦，我怎么就生这么个白眼狼儿子啊！我不想活了。大娘，他那头熊，我觉得肯定是进山偷猎来的，这不就违反村规了吗？他那钱不是帮陆教授找什么血参得来的吗？谁知道是不是真的？只要我去举报说他进山偷猎，他就得被带走调查。这万一查下来没事儿，少安会不会怪咱们？怕什么？他难道还真敢怪罪您不成？再说他要真是偷猎，那不也正好帮您教育教育他吗？行吧，走，现在就去举报他。爸爸回来了。收音机，苗苗有收音机啦！你又乱花钱。给老婆孩子花不叫乱花。少安，最近日子变化好大，但我觉得很幸福。有爸爸在，苗苗也幸福。少安，给老子滚出来！老实交代你偷猎的事儿。曹大茂，你踹我家门是想进来找死吗？乡亲们，就是他，骗省城专家的钱，还去黑风崖偷猎。这种人留在村里，迟早祸害大家。黑风崖偷猎，那地方进去的没几个能活着出来。他不是偷猎就是有鬼。可不是，哪有正常人敢进黑风崖的？林少安肯定有问题。乡亲们评评理，我这儿子从小就不老实，突然冒出几千块，我这做娘的也说不清啊！传出去，我们家得被人戳一辈子脊梁骨啊！曹大茂，既然你如此指证我，那请问证据呢？证据？什么证据？
你一个乡下汉，几天功夫又打虎又逮熊，还拿了几千块，这钱要是干净的就见鬼了！你当乡亲们都是大傻子不成？说得对，几千块够我攒一辈子，凭啥他几天就有了？我看也是，普通人哪能打得了老虎？还有那头黑匣子，说是呆的，谁知道是不是从别人那里偷来的？乡亲们，咱们不能让这种人在村里横行，否则以后惹出什么事端也算不定。几千块怎么了？都是我的钱，是陆教授和县城老板当面给的。你要不信，把人叫来，当着全村人的面对质。你少在这里狡辩！你几斤几两，你以为我不清楚吗？你怎么可能有这么厉害？乡亲们，到现在他都还在嘴硬，把他抓起来，不然我老林家的名声彻底坏了啊！你们这些坏人，我爸爸的钱是自己挣的，你们凭什么抓他？谁敢动他，今天就别想走出这个院子！都给我住手！王队长，你可来了！林少安偷猎骗钱，还威胁村民，你赶紧把他带走。林少安偷猎，确定吗？乱举报我可是要问责的哦。这肯定啊，毕竟乡亲们都看见了，我没乱说。曹大茂，你们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王队长，我这兄弟进山偷猎，还拿假东西把陆教授都骗了，我这是大义灭亲，都是为了乡亲们的集体利益啊！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们，林少安同志不仅没有偷猎，还是咱们村甚至咱们县的功臣。我这次来就是为了表彰他灭狼打虎、保卫家园的。完了，露馅了！曹大茂，无中生有、造谣诬陷，你知道要负什么责任吗？我这不是听说的吗？王队长，我这也是为了村里好，你别误会。为了村里好，你心里装的是什么？你自己清楚。我就说嘛，对，少安打猎本来就是一把好手，打个熊狼肯定不在话下。少安从小就老实，怎么可能骗人？还有你助纣为虐，看你年纪大了，这次不深究，当我把话撂在这儿，下次就不是口头警告了。误会解除，都散了吧。谢了王哥，这次来不只是给我发奖吧？都叫王哥了，还说这外道话。对了，陆教授那边申请批下来了，马上出发，报酬面谈。又要进山？这次回来就带你们娘俩盖房子，红砖的，不漏雨的，苗苗住最大的那间。谢谢爸爸，苗苗房间是最大的。我等你回来。陆教授，咱就非要靠他找白虎？一个猎户，书都没读过，白虎的习性、活动规律，他懂吗？少说两句，林兄弟别往心里去啊。我研究老虎3年了，这次进山有我就够了，带他来干什么？你研究了3年书上的老虎。山壁上的雪层厚了将近1倍，风向也变了。这种情况前世遇到过，再往前走，很可能引起小的雪崩。停一下！怎么又停？这一路上停多少回了？天气要变，等风小了再走。等到什么时候？等到白虎跑了，我们再去找。你懂什么是白虎的活动周期吗？天气说变就变，现在走，危险！危险！林英雄，你不会是怕我先找到白虎，抢了你的功劳？故意在这儿拖时间吧？小张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不可以这么对林兄弟说话。陆教授，我说的是实话。他一个乡下野人，看天色就能判断危险，凭什么说危险就危险？万一他要是误导了大家，耽误了事情，这可就不好了。你就不能听林兄弟的话吗？来之前怎么给我保证的？陆教授，我不等了，这点山路难不倒我。倒是有些人打着经验丰富的旗号，实际上就是怕吃苦。那段山壁最危险，小心！我要你说，我不知道他危不危险，关心好你自己吧，乡下野人。林兄弟，他是我很重要的学生，求你还是帮他一下。林兄弟，算我求你了。我答应你，跟紧我。我只要沿着这条路就能找到白虎，我就说我可以。那个野人哪有我这本事？停下！
真被这野人说准了，不，一定是巧合，天机都能预测，那还是人吗？你以为你救了我就会给你道谢？你也就是碰巧罢了。救你，你没这么大面子，你应该谢陆教授来求我。求你？陆教授什么身份求你？少在这儿得意忘形！小张，你再敢这么和林兄弟说话，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学生，还不赶快道歉！对不起。风停了，赶快走吧，下次就没这么好运气给你救回来了。哼。雪森，还有雪莲，林兄弟，太感谢你了！多亏有你，我们才能到这儿。谢他什么？就算没有他，我们也可以到这儿。教授，你干嘛对一个野人这么客气？小声点，不知道白虎在哪儿，你这样会惊动他。惊动他？李英雄，我早就根据我的知识判断过了，这儿没有白虎。你就是怕我多发现点东西，抢了你的功劳吧？如果他真来了，我可不能保证再救你一次。我要你救，我用数据说话，不靠运气。就算老虎真来了，我也不怕。什么声音？白虎，李少安，快救我！都怪他，是他带我们来这个地方，他什么都不懂就敢带我们进山，这下好了，把我们都害了。小张，这时候陆教授，你就是太好说话了。一个猎户，大字不识几个，凭什么带我们进山？现在老虎来了，他能打得过吗？你再叫一声，我就带陆教授跑，让老虎吃你。这白虎有前面那头1倍大，不能硬打，只能智取。左边那棵大松树能借力，背后的草地是个天然的口袋型，只要把绳子在入口撑开，引它往里冲，绳子一收才能困住它。陆教授，你们绕到左边那棵大松树后面，把绳子从最低那个树杈穿过去，两头都拽住，我喊，使劲往两边拉。就这也能困住老虎？老师，你别听他的，他的办法根本困不住白虎，我们会被他害死的。你再多说一句，咱们就真得死了！赶紧帮忙！口袋绳陷阱，关键是要让他自己往里冲，只能引过去。就是现在，拉！林兄弟，你又救了我一命，他还真把白虎给困住了。你刚才说就算老虎来了也不怕，不要我救吗？怎么现在嘴都合不上了？兄弟，今天你可是用命给我老陆上了一课。我们这些拿笔杆子的，到了真山林里，连个屁都不是。林哥，我研究3年白虎，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。你就是山里的活地图，求求你指点我，他平时在哪儿落脚？在虎啸崖，他7天巡一次山。7天，我的数据也是7天。林哥，我读了3年的书，全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你真是山里下来的神。林哥，我之前对你那些胡言乱语，我给你郑重道歉。林兄弟，黑风崖划定自然保护区的批文快下来了，老陆我推选了你当管理员，还有当初你给我的灵芝钱也会给你，希望你别推辞。有了官方这个靠山，赵大虎还想再动我也得掂量掂量。秀莲和苗苗终于有安稳日子。这绳子困不了白虎多久，这次能成功，我判断是因为他刚刚生产，气力不足。咱们得抓紧下山，他现在被惊扰，会误以为他们要偷他的崽，下山都得小心一点。林哥，你连这都看出来了，我越来越佩服您了。我马上采集数据就下山。你欠我的钱拖了多久了？虎爷，再宽限几天。宽限？之前那几件事你都办成了吗？林少安还活得好好的，你让我怎么宽限？
虎爷，您听我说，林少安那小子现在不一样了，他跟陆华搭上了线，手里起码有10万块，而且他现在不在家，就剩他媳妇儿和闺女。10万块，10万块，千真万确，陆华给的，整个村子都传开了。好啊，那这次我也不搞那些弯弯绕绕了。虎爷，您这是今晚就带人去他家，李秀莲我要，钱我也要。乡亲们呐，大茂3天2头来看我，猪油白面没断过。少安如今买车盖房，顿顿大肉，他连大门都不让我进，这不孝子要遭天谴呐！亲娘都不认，少安这心肠也太狠了，迟早被雷劈。少安，你如今发了财，你要是1分都不付给你曹大哥，娘就没脸活了。我今天就一头撞死在这石墩上，让你一辈子被村里人戳脊梁骨。少安，你就算赚了钱，也不能把亲娘逼上绝路吧？我挣的每一分钱，都是山里拿命还的。你现在有脸跑来要钱？你大茂哥待你亲如手足，你发了财，1分不往他那儿分，你怎么这么绝情啊？大家伙来评评理，看看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你配当娘吗？上个月我前脚刚进山，你后脚就跑去县城举报我偷猎，巴不得我直接被拉去吃枪子。啥？亲生娘举报亲儿子？这贺大姐是为了钱，啥都干得出来呀！前些日子我进山打猎，我媳妇护着孩子，我那大哥抬脚要踩断他的手，我娘就站在旁边一声没吭。我那是为了你好。骗鬼呢！为了他看着媳妇孙女被打，虎毒还不食子。你这当娘的，儿子这么有出息，你不帮忙就算了，还去举报他，亏你做得出来。行了，不说这些了。乡亲们，我明天开始修新房子，每天2块钱工钱，中午晚上管饭，肉管够。有没有愿意来帮忙的？每天2块钱还有肉吃？我去，我明天就去。你不念大茂的好，大茂自有办法让你把钱交出来。我这就去告诉他，看他怎么跟你算这笔账。秀莲，你快出来看看！这是真的？真的，我说过要让你和苗苗住上红砖房，今天料到了，咱们明天就动工啊！剩下多少我也没数，都给你收着。少安，每次我拿到你的钱，我就在想，要是你没回来，我和苗苗怎么办？这钱是你拿命换的，你要是有个万一，我们娘俩……我经历过见过生死，可以什么都不怕，但他怕，他一个人撑着这个家，每次我进山他就怕。我欠他的母女的不只是一座新房子。不会有万一，我回来了，以后也会回来。爸爸，这是苗苗给你的礼物。这是啥？船。你以后进那些黑黑的山，就坐苗苗的船回家。坐了船，老虎就追不上你，你也就不会迷路了。苗苗叠了一早上，划破了手都不肯停，非说要给你保平安。林少安在家吗？王警官，我家少安没犯法，你要抓就抓我，大牢我替他做。快别紧张，我今天特意拎着好酒来找林兄弟讨口热饭吃。秀莲，你虎哥我来接你过好日子。光天化日，我倒要看看谁敢撒野。王哥，你今天吓退他，明天我进山，家里还会遭殃。你进屋听着，看我怎么把他的底裤扒干净。赵大虎，你带人闯我家，眼里还有王法吗？王法，在这黑风崖，老子就是王法，我绑了。赵大虎，我死也要死个明白。老刁想杀我，赵二虎抢我，
还有曹大茂，全是你的谋划。老子今天就让你心服口服。没错，老刁他们全是我拿钱砸出来的，就为了弄死你个小畜生，你能拿老子怎么着？操！死到临头了还敢冲我笑，给我打！你承认了就好。什么？王哥，都听到了吧？这几项罪名连在一起，够他吃几年牢饭。你他妈死到临头还敢装神弄鬼，还王哥！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你的狗命，给我砍死他！那如果是我呢？王队长，聚众斗殴，私闯民宅，教唆杀人，赵大虎，你还真是无法无天了。王队长又怎么样？你就一个人，这四野人手还被绑着。今天老子把你们全剁了埋后山，我看谁能知道。赵大虎，杀人可是重罪，你要拉着兄弟们跟你进去吗？弄死你们！老子的钱够兄弟们快活一辈子，给我先废了这个被绑着的四野人。绑我？凭你这几根拴狗都不配的烂麻绳。你他妈刚才全是装的！一起上！我不信按不住他！林兄弟，你这不是功夫，但比功夫要狠啊！大山里野猪野狼多，我也没啥别的办法。王哥，这几个垃圾交给你处理了。赵大虎倒了，黑风崖就是我说了算。李少安，你想拿着钱舒舒服服过日子，做梦！新房，老子让你有命盖，没命住。大茂，这可是毒蛇，要是咬死了旁边干活的人，出了人命官司，你能兜得住吗？怕个屁！咬死谁算谁倒霉。只要他林少安的地上出了横死鬼，新房盖不成，他还得去大牢里蹲着。可不管少安再怎么不孝，他也是我儿子。要万一……别瞎担心了，你儿子本事大，一条毒蛇还伤不了他。等有人被咬了，我就趁乱冲进去把那1万块钱搜走。我不也是为了更好孝敬您吗？都停手别动，有活物进场了。少安，大白天哪来的什么活物啊？乡亲们，先歇会儿喝口水。我的老天爷，隔着10几米，半截砖头精准砍断飞蛇的7寸。少安这准头，百步穿杨也不过如此啊！新土动宫绝不可能有毒蛇盘踞，我得想办法查清楚，这是有人要我一家老小的命。5步蛇扑脸都能躲过去，呸！这小畜生到底是人是鬼？好，姓林的，既然毒蛇咬不死你，老子今晚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绝户毒计。哎，这位老师，您是在这里研究什么？我们发现了一头特别的白虎，体型有一般虎2个大。这么大，我们这儿几10年没见过了。您这是头一个研究它的吧？可不是，而且我判断它最近刚产崽，情况非常特殊。哦，还带着崽儿呢。虎崽一般藏在巢穴附近，虎啸崖那片美林应该就是它的产崽地。只想着找个野猪崽去祸害林少安，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。等着吧，老子去偷虎崽给你丢家里，到时候猛虎下山看你怎么对付。大茂，这老虎可不是闹着玩的，要是真来了，少安他们来了才好。老虎一冲，房子没了，人残了，咱们才好趁乱去抢钱。那小子少说有1万块。可那毕竟少安是我儿子。你儿子？你儿子把你当娘了吗？大娘你放心，咱就苦一苦少安，之后我一定会好好孝敬您的。再说了，少安本事那么大，一头老虎还能要了他的命？咱带着白虎幼崽留在这儿，母虎找崽，循着味道就来了。等白虎给林少安祸害的差不多了，咱就进去抢钱。少安，你不是又猎到了什么野味儿？我都听到了。少安，你不厚道啊？有肉不拿出来给我也尝尝？这声音像是诱虎的倾啸，这里离虎啸崖很远，就算那头母虎能寻味追踪，也不至于带着崽来找我报仇啊。这是什么声音？白虎，巨大的白虎！林少安，你怎么会招惹到这种怪物？你把大家都害死了！要不是来你家做工，我今天能遇到这个，你必须对大家负责。
他在躲弹，这畜生比人还精。他每次扑前，前爪必定先落地借力，再等等。机会来了，就是现在！少安打中了，老虎死了。打了2枪都没死，这东西恐怕根本打不死。林少安，你赔我的命！完了，没子弹只能肉搏了。来呀，畜生！糟了，他是闻见我身上的虎崽子味道了！救命！现在从院墙跃下去，白虎就是背对我露出了后颈这唯一的破绽，这是我唯一的机会，不然还会有更多的村民遇害。救我！母虎不会无缘无故发狂，曹大茂，原来是你绑了幼崽引虎来杀我！少安，他可是你的结拜大哥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你不救他，我就死给你看！我要让你一辈子被人戳脊梁骨！他引着白虎来杀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着说我是他结拜弟弟？少安，你冷静点，我是看见幼崽在外面乱跑，好心把他赶进去，哪知道我是好心办坏事了。绳子是好心绑的。林少安，我们10几年过命的交情，我能害你？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这样对我，你对得起我吗？你要干什么？前世他们卖了苗苗，秀莲跪在地上求他们，他们连眼皮都没抬。这辈子你放陷阱、放蛇、引虎，一次一次，都想要我甚至村民的命。你听我解释，我再也不敢了，快救我出来呀！你什么意思？大哥呀，老虎还没死，还没死啊！我已经尽力了。没事儿，都结束了。乡亲们，安静一下，我有个事儿要宣布。林少安同志带领大家抗击野猪，驱散狼群，不仅保卫了大家的平安，更是保卫了集团的财产。经县里研究决定，正式任命林少安同志为黑风崖保护区山林管理员，另奖励人民币1万元整。少安，你是咱们村第一个万元户啊！林老弟，这不仅是护山，更是护了我的前程和命。以后黑风崖所有的药材买卖、开发红利，我只认林管事这一块牌子。谁敢在林老弟背后搞小动作，就是和我过不去。林哥，谢谢你，没有你的话，我还是那个只会在狗肚子里读书、纸上谈兵的臭小子。是你救了我的命，也教会了我怎么做个真男人。少安，你说这日子真的越来越好了。有爸爸在，苗苗最幸福了。还不够，这只是个开始，我还会努力让你们过上更好的日子，再也不受任何委屈。少安，打扰了，县里有个决定，我得亲自来跟你说。青龙山要开发了，县里点名要你带队，开荒山林，勘察地形。去吧，我等着你回家。